声鼓励一下好吗？尖叫一下！跟观众报告一下，经过你的前面反向的时候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对，非常感谢你的合作。对。 给他们尖叫一下，观众朋友！我得说一说他。
也是要给我们掌声一下，不错，创新啊！开始，大卫报告，他们练到6点，难怪会失声了。不解释，你们都听得懂。晚上做的动作，还有含料啊。好，反向的，请那个观众掌声鼓励一下。感谢您。我们的摄影者再退一步，观众一下。还有一次，拉电话又有一件啊！再一次，无声胜有声，那个舞步非常的漂亮，没有加分啊？确定？上车了，那饮酒表演好，非常的精彩。娃娃罗拉电话这边到，好，真的有加分，拍手。迈克，好，还是5秒钟而已。哎，麻烦一下，让我们那个评分，不要让我们摸摸头发，头发都很少了哈。5秒那个本来给你加分的那一笔哈，好有哈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加分评。声音感情，有呀。好，第二个是，从你们的拍手，你们就知道分数多少，尽量拍啊。尽量高兴。
所以是5个男生的，他有意见，他等一下会示范。